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月20，诗篇50篇23节安尼讲：所有用感谢献祭的人，是在尊重我。行正路的人，我要予伊得到上帝的拯救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用感谢为祭，搁行正路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万军的耶和华上帝，全能的上帝啊！对东到西，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，你有话出来，呼召全地。对水无比的色暗，你发出光。这个天要显明你的公义，全地要出声，学习你的信息。主啊，过去的年日，无论是顺境也是逆境，无论是欢喜也是哀伤，伫阮看，真侪时是雾无明，也无法度明白，总是你爱阮用感谢做祭来献予你。因为安尼做是在尊重你，阮若按正路来行，你要予阮得到你的拯救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咱来用感谢献做祭予咱的主，就是在尊荣、来荣耀咱的主。咱若行伫伊所欢喜的正路，伊就要予咱得到伊的救恩，来拯救咱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